2025年，你仲用緊 Procreate 個 YouTube 高3招教你完美設置畫布，最後一招每個新手都會犯。第一招，揾翻啱嘅 DPI。小圖見過有學生畫完佢哋嘅作品去實體化嘅時候，先發覺悶到自己都認唔到啊！我哋打開畫布，發覺 Procreate 自動會將畫布設置好恐怖嘅132 DPI，同標準嘅300差1倍又多。DPI 即係 dots per inch，即係喺打印機上邊每一寸可以有幾多點打印點，點數越多，打印出嚟嘅圖像就會越精緻。如果你打算實體化你嘅作品，記得 export 之前睇翻呢個表格，揾翻啱嘅 DPI 啊！第二招，喺開始畫之前揾翻啱嘅 pixel size。好多啱啱學電繪嘅學生都試過畫到一半嘅時候，發現自己嘅不足起格，打開畫布大細先發現長幅連4位數字都冇，到拉翻大嘅時候，見到自己畫過嘅嘢悶到睇唔到啊！所以喺畫之前一定要諗好你發布嘅平台，例如係新嘅 Instagram post 就係1080x1350，4:5嘅大細。最後一招就係設置 CMYK 模式，打印同螢幕顯示唔同。Procreate 係 iPad 預設嘅顏色係 RGB， 如果直接將 RGB 嘅顏色打印出嚟，會有好明顯嘅色差。如果要將佢變成 CMYK， 就要喺主頁度設定 CMYK 新畫布，再將畫作導入，最後根據 CMYK 嘅顏色調整作品。咁你列印出嚟嘅色差就會大大減少噶啦。怕唔記得畫布設置呢3招，留言 Canvas 就送你一套畫布設置出貓紙。Follow Star Arts 每星期帶俾你最新動漫、美術、流行文化資訊。